介绍答我噶，欢迎你们嘅村长哈。东在右面，牡丹拉龙，嘅黑风风肥油，右面牡丹，因係陽白走，陽雷星流咯。我呢，因係原來也叫佢那唔拉神經，一部可能右面，睇到外邊，邊個快點也帶，右面。建设也到外朋友、外客人，右面有人都口，住都口呢，也到右面。一部云南文山福利店，右面就卖现金也白发的人货。比完不清路白的方面，也那缺点，本地的右面卖。东坡贵酒、模样、新化、李达、花甲、奥用、班论、格拉，买都那乡镇，中都那乡镇，天能村委会一百发的也那用面郎，最常的用面山模样镇，马路的非那用面郎，也听也白你的很好，表情方白很点面。对你东坡乡买你的飞那用面郎，北路的后面，波前900的飞面口，到方各老乡买的天那用面郎，面口买也1500的一面，本地其他买就能乡镇用面口比较足。最主呢，右面廊上天蓬镇走上乡，起码也那右面廊，面口白人面，也有那天8村委会，公检也右面买木款、木鸭、木碗，种在包上可能买100米就飞后面，面口买500的路面，空一部可能用面郎就买贴着面是贴着后面，面口买放100的背面。要是因为那全県最常见也那用面郎，因为党委政府呢领导级，希望一个可能年台呢还沿海北沿海龙，可能呢。用面，到中央也推不那都不容易用面，也交代交流。当然基层发扬不用面，你优秀传统文化，忙动作呢，方法不能扯淡，也对北也对龙，用动作用面，研究研来，研黑归呢，银行审计。哎呀，这老实说呢，讲了这就忙，你都说上没单的讲。喂，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座的全体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尊敬的各个领导、各个模队和所有有面模队部，动在也交龙。也是他破洞破上浪的要玩歌，也是个啦，不管每当
一是可龙感人的端六，一是可龙人的美丽。因為是五下聲五，先係入林寬開嘢，也是入林接，不攞朋友不千古老豆，漂洋過海，但睇要不可龍人，亦交代範圍，亦交代年前，亦交代過接。因為帶頭一部可龍人嘅母隊部，每年從美國帶，每年從越南帶。買從廣東、廣西，買從不雲南嘅蒙拉提紅核桃，母隊部楊教口啊哦，歡迎母隊部。不能不楊教口啊！不打他，歡迎人。朋友们，今天既是我们中华民族1年1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又是我们瑶族同胞在东南亚一带有较大影响力的瑶服出行的活动现场。在此，我们首先对光临这次活动的各级领导以及各民族同胞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今天光临我们活动现场的主要领导有牧羊镇人大主席李明昌同志，欢迎您。原县人大退休干部李金进同志，欢迎您。欢迎。原政协副主席李金忠同志，欢迎您。不能。县人大常委会工委赵文金同志，欢迎您。不能。跨龙村的支书王支书，欢迎您。欢迎。其次，还有牧羊镇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也都赶到了现场，感谢各位的光临。朋友們，每我們從非常輪海頭一站，都冇咁習慣，就是每管咪捐響捐接，紅事白事，每都係吹不地，變不地。買朋友任故意碰帶，每就變不地，表達每對朋友嘅健康。每年表面丟接鴨接鼓，每就變不地，表達對到向浪向本嘅祝福。因為呢，每隊千古老到頭內，每就千不可能人嘅表達每隊，放太大變不地，對了嘅太頭呢，表示本嘅健康叫健愛。好的，首先请听唢呐独奏，远方的亲人，请你留下来，由跨龙村4个登台表演，掌声有请。我把太欢迎发带表演。到雨之间去找魂是吗？对，帮找。现在看一下连他的魂丢都没有，找。
我中国美国的油面就是还讲啊买汤粉，明明都个广东的油面汤粉非常非常，那机会呢本种互相交流。我不买机会跟美国、越南的妈妈家这个汤粉还喏一同交流。我本嘅油面呢汤粉嘅文化慢慢在在嘅转入面。